来看台师大台文系咧做文化研究的教授曾家颖，伊是2个囡仔的妈妈。伊讲家己除了想要为囡仔来创造台语的环境，嘛希望会当甲家己对社会甲文化的观察甲思考，放入去伊的台语绘本内底。最近这个系列上尾2本绘本阿培甲阿敏参最后的乌云白嘛要出版啊，所以伊也来到国小甲大家做伙分享。前月出版的公民绘本系列，甲自由认同等等的公民意识，用故事要互囡仔知影，是真罕见的题材。公民绘本系列最后的2本也要伫6月26出版。像阿皮甲阿敏是咧讲2只台湾山羊仔兄弟离开妈妈独立生活的故事。另外一本最后的乌云白，用今嘛已经看袂到的台湾乌云白来比喻整个本土语言传承的困境。台语绘本作者曾家颖拜日来到台北的固定国小，和学生分享。一开始要做这个绘本的时阵，就是因为是为着家己的囡仔，通好看这个册。但是慢慢我感觉讲嘛是会使教我家己对这个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一寡学术的关怀，嘛会当放伫的这个绘本的主题内底。为着要实践多元母语的精神，配合绘本所做的网页，嘛有手语的版本。然后伫配音的部分，作者曾家颖和伊的一对相声的后生林增တင်甲林增新做伙完成绘本的配音。自今嘛，你乃开始过家己新的生活咯。我今仔日要开始家己的旅行啊！我无爱毕业，我要永远甲妈妈住到底。这几年来，台语囡仔歌绘本教材等等愈来愈丰富，关注的面向嘛真多元。学校的老师认为讲，这拢是帮助囡仔伫生活中加接触台语真重要的资源。适合这个年纪的囡仔学的物件，愈侪是。愈多元是愈好，因为囡仔会使去有选择。有机会时阵，阮会鼓励囡仔，你若是学台语，你就会使用台语来表达；你若是学英语，你会使用英语来表达。安尼，上重要嘛是希望家长伫咧厝内底拢会使讲台语。校方表示，要营造台语的环境有影无简单。因认为上要紧的，要是父母要有意识甲行动，囡仔才有愈侪用台语来开讲、来思考和创作的空间。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